可以说双方的实力很相当，这两支球队无论谁晋级，我都不会感到意外和惊讶；但是谁被淘汰出局，我都会感到难过和遗憾。但是没办法，比赛就是如此的残酷。下半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来看下半场，双方交换场地过后，成都这边外线3分中了，成都率先发难。中场休息过后的雅安这边怎么样？李军回头给球，外线的位置再向里面去吊，于震漂亮的转身，篮下有夹击，这球太难了，造成了犯规。现在每一个回合。 每一个人，每一个瞬间，你都不能掉以轻心。这有可能关乎着两支球队明天究竟是回家的路途当中，还是明天继续征战本届南加八宝峰杯篮球邀请赛的赛场。 第二罚也不中，2罚不中，但是今天于震是拿到了9分，这是雅安这边得分最多的球员。身体靠一下，中投不中，李军球篮板，后面球险些被倒掉，要快速过半场了。3分线外，李军再往里面去突，大3步有犯规。 这是一个前场球，来自于17号的打手犯规，并没有罚球，投篮的动作还没做出来。双方4分的分差，将球开出来，外线的李俊防守给的空间很大，前场球，倪涛再找，还是这边的李俊，大远。 背后运球，挂挡拆，再转移，倪涛这一球能终结吗？差一点，但还是雅安的前场球权。又有犯规，这次犯到谁的身上？看一看。17号打手2次罚球，扎西江村连续领到2个犯规。今天拿到8分的李俊再度登上罚球线。 第一罚命中，现场既有加油声，也有干扰声。这2种声音夹杂在一起，成为了比赛现场热烈的氛围。第二罚弹框而出，球过半场，再推球。 旺扎再转移，接球之后右侧的3分不中，篮板球还在前场，这球自己拔了江村。李俊篮板球点到队友手里，快速的转换反击，倪涛突然发力加速，自己要攻，节奏变换，再找队友篮下突破打板命中。现在双方各自贡献眼花缭乱的进攻，43比42。 焦灼的比赛，实力相当的2支球队，太精彩了这一场。大远给球，李俊，弧顶，要挡拆，于震上提，右侧分球，倪涛突停给，空间太小，球失误了。 这球是前场球，雅安的球权。签到裁判老师这球看得更为清楚，给的是前场球。4.6秒的时间进攻，基地给于震，球被点出来，界外，剩下进攻时间就1.0秒，1秒钟。
1秒，要快速的做进攻选择，拔一个中投，转换反击，突起来，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不中，还有球权，长度外线再拔一个3分，依然没有。肖大元他最喜爱的节奏，肖大元突破分球，中距离这一次还是力量小了。双方现在都是大快，攻防转换，现在有人倒地，很痛苦，但是比赛还没停，命中。这样，裁判老师这个哨子是吹给了肖大元这边，可能会有受伤的风险隐患，所以这时候及时保护一下我们场上的队员。好的，再回到比赛，肖大元重整旗鼓，投入到战斗当中。李涛在吊球，弧顶的李俊，李涛长度防得不错，李俊只能拔了，篮板球保护下来，上球连线，王扎再给小黑。这球小黑在篮下又立功了，点起了对方的防守。77号李俊侵犯圆柱体，2次罚球。看看小黑单膝，单增吸热地发命中。今天小黑已经是拿到了11分。尤其是在比赛第1节，他的进攻火力非常凶猛。第2罚不中，篮板球又是小黑，但是提前进线了。回到比赛，雅安高挡拆，要找队友，推人犯规。这球来自9号丁增塔巴的犯规。将球发出来，挂挡拆，分球篮下很拥挤，倒地了。在找队友的时候，这个角度很刁钻，很难拿到。昌都请求换人。再把球队的首发1后卫旺佳换上来。我今天现场真的是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篮下的位置，身体对抗，迎头给了封盖。旺扎。这球给他脱手，地板球双方在抢，2人倒地。旺扎外线左手的3分不中，篮板球拿到。李俊马不停蹄，直接自己来挑篮，遭遇夹击，球出界了。这球并没有犯规，是一个前场球。刚刚我们也说过，这场比赛谁赢，在明天将会对阵 B 组的第1迪庆。迪庆的队员也在现场观看这2支球队场上的表现。坐山观虎斗，将球给出来，篮下强攻，出现15球转换，旺佳自己来突破。肖大元收下篮板，球被倒掉。倪涛拿球之后直接攻框得手，46比44。小黑单膝，
单膝再度造成犯规。67号肖大元的阻挡犯规，2次罚球，那肖大元领到个人第3犯。第1罚命中。小黑第2罚，小黑已经拿到了12分，罚中13分。李涛有夹击协防，重新组织一下，分球，肖大元提前变向，往里面去突分，底角的李俊3分命中，这个3分太关键了，对方是连连得分起势，李俊一记3分，把分差再缩回到1分。挡拆给球，接球之后也投一个3分，同样给出回应 ，answerable。17号的江村，双方的劲儿又较起来。肖大元，球过半场，压地重轻。李俊手感正热，再投一个。小黑收篮板。江村左右的环顾一下，旺扎力量短了。肖大元后场运球，速度很快，分球外线的倪涛也投3分命中，真硬啊！51比50，两支球队就在毫厘之间的差距。空中左手，江村没有。肖大元上球。漂亮！昌都请求暂停，这样雅安把比分给反超了，52比51。昌都见势不妙，及时请求暂停 ，time out。Drop it down low, let me see what you got. Layer my vocals like a motherfucking snot. Saying she a 10 like bitch you are not. Killing like Snoop, then I leave him to rot. Drop it down on the floor, then hit that fucking spin. Had me in amazement, let me see that shit again. She wanna get faded, baby, grab that fucking pen. Made 15 G's, that's just how I fucking been. I'm strapped with a 9 cause I don't wanna play. 暂停时间到，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能否把"精彩"2个字飘满我们的公屏？感谢各位对于我们比赛的支持。把"精彩"2个字飘满我们的公屏。现场的球迷如果想见到更为精彩的比赛，再次来点声音，制造一些气氛，好吗？52比51的比分，双方的交锋再度回来。比赛的第3节时间，王家过半场。球队暂停过后的第一个进攻，右侧旺扎小黑面对2人直接出手，篮下丢篮板，把球再分出来，江村投一个3分。哇，昌都直升机这一球又为昌都获得一个球权。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过去所有小组赛当中最精彩的一场，甚至没有之一？把球发出来，给到外线，江村再分球，旺扎江村连续的传导一下，分球篮下共送成来，打板不中，有犯规。10号于震击打头部犯规，2次罚球。这样于震是领到个人的第3犯，肖大元也3犯。
正在罚球的贡松成来也是3犯。第1罚不中。第2罚没问题。肖大元，弧顶挂一个挡拆，集体再传球，同样的战术配合，倪涛强攻得手，杨安再度把比分给反超。江村有篮，变向误导的突破，自己攻框，篮板球被点出来。又是江村再分球，贡松成来打板命中，双方比分打平。8强的最后一个席位就在这2支球队当中产生。幸运之神眷顾雅安，还是昌都上篮命中？肖大元开始个人发力，旺家一路突破，犯规。14号，周旭新的犯规。昌都请求换人，换下江村，换上了嘎桑。旺家今天拿到5分，6分。虽然今天旺家的得分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场上的作用非常明显。第2罚不中，于震守篮板，倪涛推转换反击，自己单刀赴会突破进去，抛射不中，篮板球转换，昌都快速上球，嘎桑强攻打板没有，双方现在都想打快，外线左手再投一个3分，篮下有犯规。这一球应该是小黑吧？看看裁判老师的报号，15号，6号吗？6号，那就是小黑。这样，昌都换下了小黑，换上5号的永珠邓增。那么由于昌都已经是单节翻满，所以雅安这球被犯规要罚球于震。于震今天的表现可圈可点，拿到9分，这是球队内线的中流砥柱。雅安内线本就不富裕，如果再没有于震，那比赛就很难打了。好在今天于震的发挥不俗。第2罚命中，昌都再请求换人，10号的扎西郎加小白登场。与此同时，比赛的第3节时间还有2分钟。分球，再倒，篮下强攻，2次进攻。现在可以看到于震不太敢下手，那需要其他的队友来补过来。肖大元停球了，倪涛再转，肖大元这边的李俊接球就投3分，双方争抢，小白保护篮板给球，旺家压一压节奏，示意队友不要着急。突破跳步，就是打于震，转过来，拖得太大了，球丢。昌都背后运球，旺家突破冲起来，手递手给到队友，空间太拥挤了，马上运到外线。
龚松成来给球，外线龚松在拿球，嘎桑，小白挡拆，嘎桑自己长距离的2分不中，一传李俊没给出来，肖大伟已经是快加到前场，倪涛。 倪涛停球了，还是要传一手。于震外线3分。比赛的第1节，于震是命中过3分，但这一次是空气球 air ball。双方57比57。比赛第3节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嘎桑突破回头给球，罚球线的位置中投没有。 篮板球，小白拿到，龚松成来中投命中。还有最后12秒，第3节，肖大元3分线外突破，再给到外线，倪涛晃了一枪，罚球线的位置中投没有。比赛第3节时间到，场上比分59比57，双方2分的分差，这样把悬念、把激烈、把精彩。 都留给了最后一节10分钟，各位再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下。Call me don't matter kawa woppa ya 중국 거슴 햄미 비메 또 가로디 땅 woppa 릭체 덕보 라트 노보데 그라 잡순 따철랑 따순디 노 나가덕보 세모 종간제 터신 그 사고 과양아라 자탄 그 다고 소쇼 해바가나 병다고 단차나가나 육조배 장시 다보 숭으라가 로양 그 뒤에 따소는 마주 단이 거리 야보에 워랑 샤브 첩 잡아던 거 주는 거는 원래 사베답 소세 비소 여바 자세 마첩 탐지 칠라 템은 칭만은 매배 콕컵 차수메 쉑지 매로강 정지 주요 잘라 창문 예약은 열지 식다 박저 트로이 유소다坑里 왜 되게 가토마 욕보욕 받지 거르 뒤 토백이 너를 무딩 나와 줘 세가나 토르 거르 뒤 토백이 너를 예약은 뭐 죽는 예약은 너를 let's play rap run baby back then get money how you get to me put a trick hands on me down do my dad take the down shit in the chain and I can't pen again a fan I down 방에 영사 slang papa man brown 그치 down slang yeah 节间休息时间到，有请双方球员再次登场。 来吧，各位，我们先给双方加油好吗？一起来，雅安，成都，好的，谢谢各位，精彩比赛第4节马上开始。全场比赛最后一节10分钟的较量。 决定球场生死的比赛现在打响。基地给球，再吊篮下，打板没有，李俊不拦，篮板球成都收下来。小黑快速运球过半场，杀起来，再分球，篮下强攻没有，李俊防得不错。哎呦，这球是于震在篮下。 比赛太精彩了，将球拿下来，突破再找，往家直升机飞起来，转换，这一球想快速的转换推起来，但是传球一传出现了失误球。这场比赛是我个人心中过去所有小组赛当中最精彩的一场，没有之一。 而且这场比赛意义非凡，赢就晋级，输就淘汰。
就像季后赛的抢七大战。停球，篮下，把球给拨出来。小大元，严令反击，运到前场，并没有着急，等待队友落位，给到李俊，往里面去突，高高跃起，挑篮命中。雅安再把比分给扳平。这场比赛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比分反超，再反超，再扳平，双方势均力敌。嘎桑，现在于震防守也很聪明，并不下手，就是原地站好，防得不错，速度在推起，突破单刀赴会，倪涛篮板，昌都给收下。现场的气氛已经达到了极点，这种精彩让我们似乎喘不过气来。回头找队友，外线左手，再传球，中距离小黑依然没有。现在双方高强度的对抗，让命中率有所下降。球权再转换，雅安再反击，基地给球，李俊暂停了，昌都请求暂停。双方虽然分差不大，但是场上的士气似乎来到了雅安这一边，所以昌都及时请求暂停。好的，比赛暂停时间到。来吧，各位，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比赛的场地。左手再把球给推回来，弧顶分球，旺家点起防守，再传小黑，旺家，哎呦，这球是攻从城来，漂亮！这个中投对于昌都来讲意义非凡，因为两支球队一直比分都紧咬。如果你落后2个回合的比分，可能心理上就有所下降，这样的领先优势。昌都收下篮板球，旺家运到了前场，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这是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球迷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感受。来看，再推球，小黑刘继天突破强攻，大板再中，刚刚昌都的暂停起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小大元运过来，当拆换防，基地给球，倪涛也能持球去打，再掉内线的于震，球丢了，转换上篮命中，旺扎这球也打暂停，暂停。现场的气氛已经掩盖了我们的蜂鸣器，雅安请求暂停。各位现场的球迷，你们的气氛也太好了！刚刚记录台的蜂鸣器响起，现场我们都似乎听不到，只有我距离它很近的位置才能听到。各位，能让我们再听一听我们现场的气氛吗？也把这种气氛传递给我们直播间，一起来点声音！暂停时间到。
太精彩了！现场座无虚席，甚至战无虚席，比赛开始了。暂停过后，雅安的第一个进攻，肖大元持球，弧顶突然加速突破撕裂防线，回头找队友，这球出现失误球，球权给回到昌都。看看昌都是否会延续这种高燃的表现。外线位置再投一个3分没有，转换球，背后运球，这一球泥涛运得太大了。旺家交球，嘎桑中路突破，嘎桑分球，旺扎左手旺扎，低位位置贡松成来，再分球出来，进攻端不太顺利，直接外线3分去解决。小辉拿到篮板球，前场遭遇了封盖，于震防得真好，转换反击，速度推起来，一路强杀到篮下的位置，挑篮不中。昌都再拿球权，要不要推速度？球过半场，多打少的机会，小黑往里面去杀，挑战于震，成功。现场支持着昌都的球迷响起了山呼海啸一般的声音。于震给球，李俊，雅安谁站出来去解决比赛，回应比赛？这球又丢了。昌都完全起势。自从上一个昌都的暂停过后，这支球队就看起来势不可挡，犹如潮水一样。再分球，左手旺扎，贡松成来，中投命中。雅安再请求暂停，雅安再请求暂停。来吧，各位直播间的球迷朋友，把"精彩"2个字再度打满我们的公屏，感谢各位的支持。你觉得比赛精彩，就打出精彩，谢谢各位。暂停时间到。你们在给谁加油啊？我测试一下，一起来！雅安、昌都、雅安、昌都。好的，各位回到比赛。外线，回头给球，大元，过挡拆，中路突破，强杀给球，漂亮！这球肖大元给的漂亮。雅安登上罚球线来进行罚球。第一罚没能命中，第二罚要加油。22号樊俊宏今天还没有得分进账。第二罚也不中，昌都再拿到篮板。双方8分的分差，现在1分的分差都会让你的心理极具优势，何况8分焦灼的比赛。旺家回头给球，嘎桑这球出现了界外，还是前场。全场比赛还有不到5分钟了。左手，旺扎大范围开球，嘎桑急停中距离挑投命中，分差扩大到领先10分。
这是一整场的鏖战，谁输球都倍感可惜。基地在传，外线再来一记 for three， 短了。旺扎找队友旺加，旺加示意队友不要着急。嘎桑拿球，扎西冈桑分球落到低位，共松成来，今天球队表现最稳的点，再中2分。记得刚刚不久之前，双方的分差一度是扳平反超，1-2分的差距，但现在双方12分的分差，李俊3分再度不中。好在雅安拿到前场的皮球，基地给乔大元，中路的突破，分球，这次必须要打中了。李俊打3步挑篮来了，雅安终于是可以止血。这场比赛现场的球迷分成了2大阵营。当你给雅安去加油，昌都就会响起声音；当你给昌都加油，雅安就会响起声音。现场的氛围真的是太好了。挂挡拆，现在昌都并不着急，外线3分没有，篮板球双方争抢，有人犯规了，裁判老师已经吹罚了犯规。雅安的球权，昌都的犯规。于震再度登场，10分的分差。将球发出来，肖大元再分球，双人夹击，再把球给出来，危险，球没丢，肖大元自体突破。上篮打板没有，于震收篮板，20进攻也不中。时间已经跌破了3分钟。这场比赛我们刚刚也讲过，先看这球，回头再给，转换反击，好的机会，犯规了，犯规罚球。这场比赛无论谁被阻挡在8强之外，我们都会感觉到倍加的可惜。但是无论谁晋级，这场比赛我觉得含金量都十足加倍。第一发命中，全场比赛还有2分40秒，第2发。2分33秒的比赛时间，领先的昌都队有意在消耗比赛时间，因为他们深知这个分差是保险的，只要自己不犯错，消耗比赛时间，比赛就大有机会。打板没有，又是昌都的球权，但是双方的争抢当中出现了哨声，球出界，犯规了。球权给回到雅安，看看雅安如何去打最后的2分多钟。外线的李俊，关键一投3分没有，于震收下篮板，运到3分线外，这球要找到后卫线，徐晃一下没投，再把球给到超远距离的肖大元，差一点点，如果这球命中，那比赛将会更加的激烈。双方9分的分差，让昌都可以稍稍的喘口气。旺加的突破，杀进去，回头找队友，共松成来，中投不中，还有前场篮板小黑，再拿到，把球分到外线，左手旺扎，压低重心，消耗比赛时间。现在雅安必须要把这个球权拿回来，地板球再跳一个中投，犯规了，哇！2+1，这球有可能要为球队的胜利再上一道锁。
这场比赛如果你的心脏不好，真的看不了。加罚不中，篮板球又是前场，但最终球出界了，小黑没能把这个球权给控制住，留给雅安最后1分25秒的时间，把球发出来，要快速追赶时间。现在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昌都，还有这比赛即将要结束的该死的时间。肖大元分球底角踢到上线余震，再投一个3分，没有，球权回到昌都。现在比赛胜利的天平在这一刻开始向昌都去倾斜。昌都还在消耗比赛时间，压到最后几秒去投，3分不中，又是小黑，李军把球抢回来，再投一个3分，依然没有，篮板球争抢，有人犯规。2次罚球，这样旺家被罚掉了。现场也响起了热烈的声音，对于他本场比赛表现的肯定，这是来自昌都球迷的声音。回看场上，罚球第一发还是不中，周旭新。第二罚也没有，这样比赛的悬念就越来越小了。雅安这边也开始布防了，来吧，各位，最后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雅安。在本届比赛，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贡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希望在明年还能见到他们，明年还能见到更强的他们。这一刻，我们也要用热烈掌声恭喜昌都挺进8强！Feeling sure is the only